收看大师新8点档《梦乡》。甲咱做普通的朋友，今日要进一步发展，是拢免讲啊。我嘛唔知。啥物叫唔知啦？哎呦，你有介意，还是你无介意？这样简单的代志，啥物叫唔知啦？哎呦，我真正唔知影。其实我甲海也是真好的朋友，我当然嘛是有介意啊。这款的介意，甲迄款的介意就无共款啊。啊无，咱莫讲介意啦。安尼讲较紧，你有爱伊无？什么在讲啥啦？本来就是啊，无变哪个。阿妹啊，阿妹啊，人海拢甲你表示安尼清楚啊，啊你到底有爱伊无？假如有爱伊，就较紧甲伊讲啊，互伊欢喜一下。我假无爱伊，你爱坦白甲伊表示一下，叫伊较早死心啦。若无啊，厝里安拖拖刷刷，伊痛苦，你也无好过啊。安怎？我阁有道理啦。啊，什么有这种爱？我真正唔知影。遐唔就简单，就像小说内底讲的，今日你对着一个查某人，你有感觉心光会的，迄时阵啊，你就是爱着。心光会的。我对海也无这款感觉。唉，惨，海啊，无刷起来你判死刑啊！也毋过吼，毋过啥？毋过有一寡代志，我感觉怪怪的。什么代志啊？我看你讲听到海也要相亲的代志，其实我无讲真欢喜呢。我迄阵的心情吼。敢若袂输要失去一个朋友同款，我敢若是我咧怨妒。怨妒？啊，搁有啊，今仔日海也两伙要紧到约我的时阵，拄好你拄着我甲大山兄，啊大山兄要叫我送伊去车头，我坐咧铁马顶头的时阵，我看伊戆戆徛在阮兜，我迄款的心情吼，我突然间感觉足希望伊对来呢。哎呀！阿妹啊，你会怨妒，搁惊会失去阿海啊！而且吼，你搁希望阿海会对来，对，这个表示你真系介意阿海啦。阿妹，这绝对无唔对。如
不回来啊。惊换做是我吼，迄个时阵我也唔敢对来。你想看嘛？人甲你表达情意的时阵，你不但无反应，佮更小灯生气，外头做你去。唉，人拢已经食一解惊啊啦，煞来佮看你送迄工大衫去车站。唉，伊若是讲真落去，万一你若变面要安怎？伊毋著死得我歹看？阿妹啊，你做实在是足过分的啦！大海，伊是最老实的人嘞，应该讲伊拢讲啊，啊无你是要安怎啦？行啦行啦，什么？你做甲伊讲清楚啦！你做啥啦？哎呦，你莫啰嗦啦！这时阵吼，伊个船差不多要离港啊啦，咱去港边等伊，伊看到你一定会足欢喜的啦！行啦行啦，阿妹，哎呀，即马一定足伤心啊！以前拢是你引起的呢，哎呀，今仔你无介意，就准错，互你愈伤心啦！留啥死心？阿妹啊，既然你也介意，阿妹啊，啊你是咧丢拄啥啦？敢讲你看阿海受这无，消散落吧？行啦行啦，哎，俊菊啊，我等下来看到海，我要讲啥？你啥物拢免讲啊！阿海头看到你吼，在海边等你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你会知影啥物意思啊？行啦。俊菊啊，我知影我要甲海啊讲啥，讲啥？我要甲讲哦，我足自私，我足骄傲的，请你原谅我，你会使无？阿爸，结婚啦！哎，你看。海伊会准伫港啊呢。啊，是咧甲啥会唱哈？哈，写曲哦。阿妹，你是安怎啦？本来要讲话，即摆才醒。阿妹，
煞通我输无？无呢。啊？王伯啊，啊，毋过吼，今仔日吼，我有请迄控腿裤啦、白斩鸡、盐酥虾，啊，搁有红烧排骨、冰鱼白菜汤咧。安尼我一天不多，也唔爱艰苦啊。啊，搁有啦，花莲糕。啊？我今日吼专工加要几落地咧，较免互恁爸仔囝吼，安尼吼抢来抢去，差点日转头啊，拢要剥落啊。那这款代志哦，甲阮这个坎囝做会出来尔啦。王伯啊，我是转来传吼，啊，较早来恁家。没问题。乖乖的厝来等我。我操！你头食无七嘴哦？哪有啊？我也无讲你头食啥，啊你看七到一个八的。安怎？阿舅也袂歹吼。那咱皮甲要选去娶新妇哦，阿妹也加一票尔啦。阿舅啊吼，伊有4票啦。我双脚双手安尼，有4票。是讲少年诶，剩你1票，你敢想真少了？我知啦，我知啦，我等下翘脚捻喙手，互我未来的新妇奉抬一下啦。
老师嘞？我老爸在内底。哦。大三爷，我看你最近定来找阮老爸，敢有啥代志吼？哦，因为我有一寡医学上的问题，想要请教老师，所以我才定定来遮啦。哦。大三爷，你最近定从阮老爸斗阵，你感觉阮老爸有啥物无共款无？你的意思是？我就是讲阮老爸，即摆哪会拢脾气变啊足奇怪，连我都毋敢接近伊呢。你是毋是感觉老师伊的脾气变啊足歹？你嘛有这个感觉吼？哪有啦？老师一向对我足好诶，伊从来都毋捌向我发脾气。而且老师还佫讲一个故事互我听。阮老爸讲故事互你听？其实嘛毋是啥物故事啦，伊是将伊伫日本读书的时阵，为一个生物教授遐听来一个故事，将迄个故事完全讲互我听尔。哦，迄个教授是讲，其实狗仔嘛是通人性的。伊若是知影讲家己伫要死啊，伊就会渐渐离开伊的主人，行到足远足远的所在，因为伊无想要互伊的主人看到伊死去，嘛无爱互主人为伊伤心。奇怪，阮老爸哪会讲这个故事？心事拜托白付，一生只爱你一个。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是阿母咧乌白药，我咧想吼，我甲你讲，你若看到迄个江大山，就离开，知无？吼，我知啦。
爸是咪破病？大生兄，你甲我讲，阮阿爸当生啥物病？伊啥会准无悔？大生兄，其实老师得着肝癌，即马已经是末期啊。老师，是因为听个挡袂牢，所以才自抹灰。阿梅，即马你应该知影讲，老师的脾气哪变甲遐尔啊歹？老师意志是足坚强的，也毋过肉体上的痛苦是永远无法度克服的。就是因为疼，所以老师毋知无法度控制伊家己的情绪。阿爸，我知影。你敢袂记得我伫时甲你讲的迄个故事？对，狗仔的故事。老师伊讲这个故事，其实就是咧讲伊家己。老师，伊无想要互恁知影讲，伊即摆是偌尔痛苦，伊敢若点点啊忍受，无要互恁烦恼。伊无希望，互先生娘发现伊人伫痛苦。老师爱你赶紧嫁互我，嘛是希望伊伫过身进前，替你找到一个幸福的未来。阿妹，老师将所有的痛苦拢吞伫腹内，伊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为着这个家庭，为着你，还佫有先生娘伫设想。お父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男大就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嘛袂使啊！你问题你这年岁吼，你哎呀就已经生出来，所以你的婚事就袂当拖落去啦。吼，阿爸若是看到你嫁入好翁，我才会放心。
这么好的人，伊一世人拢要替人看病，做遐尼侪好代志，伊家己去钓竿，天公伯才做无公平的，才做无公平。阮阿爸一直要叫我结婚，我哪拢想袂我好，我还搁咧怪阮阿爸，我真係做不好啊！我真係做不好。你莫搁哭啊！就是讲你拢才知影，迄个应安怎？你也无办法，你阿爸你啦。其实我唔知我阮阿爸，拢是我对伊无关心。这个拖到即摆我才知影，其实第三爷早就捌甲我提醒过。伊讲哦，因变伊钓竿的人，脾气拢会变啊足歹。一开始伊嘛唔知影，伊讲是一个老医生甲伊讲，钓竿的人，知伊家己活无久啊。因为着要互家己的亲人好好活落去，莫对伊太思念，所以伊才会听我发脾气。上可怜就是阮阿母，伊到即马阁毋知阮阿爸钓竿要代志，伊还即马阁咧生气，还阁咧气阮阿爸。阿妹，我甲你讲，这个代志你伫遐细心就知影，你一定爱讲。袂使啦，哪会袂使？这严重代志，你一定爱讲啊！阮阿母若知影这样代志，伊一定会挡袂牢的。这是早等的代志啊！你即马无甲伊讲，有一天伊若知影，伊会安怎想啊？我若是细心的，我绝对袂原谅你，一世人拢袂。小可，你莫一日甲俺都拄你的名字，好无？咱做伙来日本找无出，好无？我无时间啦。亲属的代志若袂办的吼，你安尼叫江大山来甲你斗相共啊？我哋吼，阿妹对护士学校毕业了，当伫对伫你的身躯边，就会甲你斗相共。啊，亲属内面的代志吼，大大小小伊逐项拢足熟的。阿妹若伫的吼，叫江大山暂时来踢你的亏，应该无问题啦。大山啊，伊有家己事业，无可能叫伊来。你若甲拜托，安尼就有可能啊。我咧讲话，你是无听是吗？我无可能就是无可能。江大山本来就定定来咱遮，哪会讲啥物无可能？这明明就是你无愿意嘛。啰嗦了。等下，我知你最近哦，毋敢讲话，你都无愿意。伊阁常常出外拢无爱转来，
你可能是气嫌我啦，你嘛有可能是外口别个查某，这我拢感觉会出。我甲你做翁仔某做30几年，这是我头一摆要求你听我的心内话。我安尼应该无算过分啦吼。你敢袂记得，咱捌有一个查某囝？莫搁再提起这件代志。你听我讲好完好无？这你讲吼，伊是咱头一个囡仔。应当是无问题啊。这阿妈是啥啦？乖啦，乖乖。乖嘞。好啦好啦，我你等我一下。好，多谢多谢。你哪会小干呢？你还搁要去？拄则我讲是不应该，应该是无问题啦。我看煞就随得来。你哪不怕啦？伊阿妹，这样子哦，现在拜托了，我讲快点，你们前面有话，快点，快点，加来加。乖，来，乖嘞，小袂退啊。头家啊，拜托大家紧嘞吼，我家己囡仔唔要破病啦，吼。小，阿不来去天桥回来会游吼，随来哦。小。你快哦，阿婆疼。
Q 哥，Q 哥，先乱了。啊？因为伊还要多这就死。我知影。你唔知啦！你若知影，你就袂目睭紧紧看要我失去我第二个囡仔。你是在讲啥？某阵人明明伫咧日本。伊伫日本，伊敢会当回来是无？我已经12年无看到我的后生啊！这10几年来，我毋但一摆要求伊，拜托你带我去日本一转，我要去看我的囝，我要去看我的囝。不过，你莫甲我叫，我甲你做30几年好无？你敢有一点仔体谅着我这做人的老母的心情了？你无爱走吧？你想要放弃我拢不要紧。啊，不过上无，你嘛我去日本看我的囝。就算你无要陪我去，你嘛甲我讲一个理由。到底是为什么？你连编一个理由你都编不出来，你安尼就拒绝我，你把我当作什么？你啥乱啊！你糟蹋我！你哪个安尼糟蹋我？你是安怎？你哪？
创啥？我来去到医生伫遐，这间厝我住袂落去。哎呀，阿母啊，阿母，莫安尼啦！你若爸大家拢叫面手我，你分明就是无反应，我继续搁再住落去。我继续搬出来有啥意思？阿母，你误会阿爸啦！误会？我敢遐尼无讲理的人哟！我敢会乌白甲误会？阿母，我毋是无你阿爸解释的机会呢。我拄则亲嘴问伊讲，你是安怎那袂带我去日本找你来遐？结果你阿爸伊嘛解释袂出。既然若到安尼，就是阮两个人无缘。我不留恋住这厝内要创啥？阿母，你真正误会阿爸！阿爸一直这样代志，可能是我伫暗坎啦，你知影？什么代志？阿妹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？啊？阿爸得肝癌，而且已经是末期了。冲啊你啊！叫阿妹来，我要抓这故乡。阿爸，有啦，我伫你边啊啦，阿妹伫遐无？免给我骗了，你就是想把阿妹赶走，你想讲我唔知？你们爸仔囝，敢若袂出什么冤想共款，我到即马才知影，其实阮阿爸比上较需要阮阿兄。这间走啊，你就唔通我踏入来，因为吼，我是要互我未来的新妇，要踮咧这个所在徛起。你叫我阿海啊，兼做我阿嫂，伊若甲你欺负我，你甲我讲，我绝对替你甲修理。也毋过吼，我无可能嫁予阿海啊，是安怎？因为伊的心肝内已经有介意的人啊。阿爸的嘴里无错。天光不甘起床，不愿将梦拍断，梦中声声句句，问你敢有想阮？为你袂吃袂困，心事拜头白魂，讲阮思思念念，想你，想到天光。为你袂吃袂困，心事拜头白魂，讲阮思思念念，想你。